裝修101第19集，4月3日晚上8點直播。本集主題：隱藏式趟門，專業清潔消毒服務介紹。潮濕天氣如何保養家居裝修？本集嘉賓有 Charles Chan、Director、Screen No、隱形趟門香港代理 Steven Lu、施家寶地氈清潔房屋有限公司。節目主持 Gary Chu。參加直播頭10位留言問題嘅觀眾，可以獲得節目後自選其中1位嘉賓預約1對1專業諮詢。4月3日晚上8點 Facebook 見。